企業出海有3樣嘢需要出海，第一個係架構出海。好多國內嘅老闆都問我，佢間公司需要出海嘅話，究竟用乜嘢架構係最好嘅？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提及過，運用香港嘅有限公司作為出海嘅主體咧，係非常之有利嘅。首先，香港同國內有雙邊稅收協定，股息預提稅咧只係需要俾5個百分點嘅啫。第二樣嘢就係香港同40幾個國家咧係有簽訂咗雙邊嘅稅收協定嘅。換句話講咧，稅款咧係可以咧有效地咧減到最低。仲有一樣嘢就係香港係冇資本增值稅嘅，即係話將來如果喺外地嘅公司賣走咗嘅時候賺到好多錢都好啦，都係唔需要咧去到交資本增值稅。所以運用香港公司作為出海嘅主體咧，係有百利而無一害㗎。如果你嘅架構唔知道可唔可以經得起呢個稅務嘅考驗嘅話咧，就記得揾專業人士幫手啦。